喂，精神，瞓到口水都流埋。琴平今日嘅行程，首先呢，我哋會去咗金刀比羅宮啦，跟住就去丸龜城，然之後最後呢，就去呢個瀨戶大橋嘅。哇！睇呢度好靚，同埋啲水好清。呢度呢係琴平町啊。作為呢個高松嘅近郊咧，呢度有好多嘅溫泉旅館，我都幾建議大家過嚟住嘅。不過我就冇時間啦，所以我就一日遊咁啊，行下呢度嘅金刀比羅宮，啲空氣都好清新，所以好舒服呢個地方。你望下，哇，有雀仔啦有。呢度呢就係個表參道啦，有嘢食有嘢買嘅。呢度呢都好多關於佛教嘅一啲珍品可以睇下，即係譬如嗰啲佛嘅像啊，嗰啲蓮啊。或者嗰啲我見到有啲行山杖都好靚，可以睇下。Since 1789，金陵米酒會發祥地。咁咧，其實我係唔係好識飲米酒嘅，咁不過試一試，可能買一兩支翻去試下啦。就呢三支。咁咧，如果想試飲嘅話咧，就好似200蚊咧就買一杯啦，跟住500蚊咧就3杯。咁我可能試3杯啦，睇下佢係咩味道啊嘛，因為我未試過。咁咧嗱，你直接咧懟啲錢落去咧係唔得嘅，你要去 counter 度咧換咗呢啲佢專屬嘅硬幣先，跟住再擺落個機度就可以試飲噶啦。我咧好少飲米酒嘅，不過咧呢隻米酒都幾順滑，所以都幾啱我飲，可能我都會買啲翻去。真係好香，同埋啲果味都幾得意啊！開始踏上呢個樓梯地獄，開始長征。呢度有成1000幾級樓梯，好大挑戰。好，而家 let's go。為咗拍攝到更加好嘅影片咧，係要好似我咁行上行落噶，好辛苦嘅，所以大家多多支持，而家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啦。頭先已經行咗100幾級，而家我哋目標係1268級。終於都上到呢個百峰神社。當你以為我已經行到上山頂，其實仲有山。所謂高處都未算高，繼續行，繼續行，加油！好勵志啊！奧社500米，我不會停。仲有200米，我就完成呢個創舉。終於都上到嚟呢個奧社半條人命。我有啲感悟。首先第一，我覺得嗰個過程呢係令到你覺得自己係渺小嘅。其實生活冇乜嘢係重要嘅。咁另外第二呢，就係做唔到嘅嘢呢，就唔好做啦嚇，唔好勉強。但係做到嘅呢，一定要堅持，一定要俾心機，最終一定都會有成果。就好似我咁做到嘅。我而家休息下啦，跟住睇埋個景啦。同埋有一樣嘢要提提大家嘅，商店街嗰度啦，開始呢，上到嚟呢個奧社呢，呢一段路呢，真係冇水機㗎，所以呢，你哋真係要喺商店街嗰度買水或者自備啲水嚟。如果唔係呢，就好似我咁，我就係渴死嚟㗎，都冇水飲㗎啦。要好珍惜而家可以旅行嘅時間。我都仲有能力上到去嘅，但係呢，到咗40-50年之後呢，變咗100呢，行到上去就行唔到上去。所以呢，珍惜而家可以行到上去嘅能力同埋。終於嚟到呢個龜縣城嘅城池啦！
有兩樣嘢想提翻嘅，就係咧頭先咧我搭呢個 JR 喺度，所以落唔到車。咁好在咧去下一個站咧都落到車，咁咧就搭翻巴士過嚟。咁都要小心嘅一樣嘢，因為咧四國啲鐵咧就唔係好似東京啊大阪咁咧8卡10卡咁樣，可能最多都係得4卡，有時係得2卡，更加 full 啦。所以大家就要提早上車，提早落車。每年冬天咧，我都好中意嚟睇呢啲山茶花，係咪好靚啊？有冇人知佢哋開花係幾時？感唔感受到佢有幾高？好高！同埋龜縣城咧係現存嘅12天守之一嚟嘅。咁我而家去咗幾多個現存天守咧？我都唔記得，其實我已經睇咗太多個城。所謂嘅現存12天守，其實就係指江戶時代或者之前興建嘅一啲城堡，而呢啲城堡經歷明治廢城令啦、戰火同埋地震，至今仍然屹立不倒，所以就被稱為12天守啦。而我去過嘅12天守咧，就包括咗呢一個姬路城啦、犬山城啦、松山城啦、丸龜城啦，同埋呢一個叫做高知城嘅。咁希望有朝一日咧，可以同大家去晒12天守。睇完呢個犬龜城啦，我覺得咧佢裏邊咧係冇乜嘢睇嘅，就係你上嗰個天守咁，跟住睇一睇個景啦。咁跟住其實係睇下佢啲木質嘅建造啊，啲建築嘅架構咁樣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度主要嚟睇咧係啲石頭，啲石頭就真係壯觀嘅，因為佢好高。佢呢個係日本最高嘅石門嘅天守嘛，所以咧啲石頭我覺得係幾值得睇。但係裏邊咧就我覺得少咁咗一啲城市嘅歷史啊，或者會講邊個起啊嘅過程啊，點樣修復啊，50% 熟啦 ，OK 。哇！而家變咗怪談實錄啊，頂！我本身咧係嚟諗住睇呢個大戶大橋嘅，但係點知咧我坐最後一班車入嚟啦，跟住咧係冇人到咧，你睇下怪談實錄咁樣喎。而家呢條橋咧就係喺1978年起嘅，係日本交通嘅象徵嚟。而家唯一咧就係車用啦，同埋鐵路用嘅，高35米，長咧就13幾公里嘅。佢象徵個意義咧係好大，因為佢係第一條連接本州同埋四國嘅橋梁嚟嘅。嗱，我總上係交到差，我真係見到條橋，我真係見到條橋個影㗎，因為真係好暗，我唔知佢係唔暗嘅，夜晚係好黑啊！你睇下嗱，除咗心咧係好光啦，其餘啲地方你睇下黑掹掹嘅，大佬，大家快啲出發啊！有啲驚啊，大佬，快啲走！哇！真係午夜驚魂啊！好彩遇到頭先嗰位姐姐幫助我，我以為會有啲情侶喺度拍下拖啦，或者會有啲人，起碼會有啲人氣啊，係冇咯，係冇人咁滯嘅。除咗頭先嗰個姐姐喺度放緊狗之外，好恐怖啊！真係，唉！而家鬆翻一口氣，終於嚟翻個車站，跟住我哋翻高松，結束美好嘅一天。有驚係無險㗎嚇！翻到嚟高松啦，咁咧我哋試下呢一間炭火燒鳥，好似幾好食。秘長炭喎，聽講佢係用即係阿嘟姐都飲過秘長炭水嘅喎，係有啲咩唔同咧？煮出嚟嘅嘢食啊，一齊試下。最後發現用秘長炭煮嘅嘢食咧，同秘長炭水一樣啦，煮出嚟咧同普通嘢咧都係冇分別㗎，但係食物嘅質素就好好嘅。由於有一啲片段咧唔見咗啊，所以咧我會用旁白咧嚟還原翻成個旅程嘅。呢一度咧就係靈山寺啊！我當初去嘅時候咧，以為咧會好多人啦，好嘈啦，因為始終咧係88個靈場嘅第一番嘛。但係呢度咧係出乎意料地安靜，同埋咧係好低調嘅，即係唔會話好似一啲好大間嘅寺廟咁。其實只係一間規模唔算好大嘅寺廟，但係咧令到你嘅心靈咧得到好平靜啦，同埋好放鬆。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呢一個感受下嗰度氣氛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歷史嘅故事。故事嘅背景呢，就喺19世紀末，當時嘅殖民主義去到一個前所未有嘅境況。歐洲列強將佢嘅野心放喺非洲同埋南美洲以外嘅地區，其中亞洲就係殖民主義嘅大本營。例如法國就殖民印度支那，英國殖民馬來西亞半島，而德國就喺1897年
喺青島建立咗殖民地。另一方面，日本喺明治維新之後，都跟隨西方國家嘅步伐，躍升成為亞洲第一強國，開始展開對周邊國家嘅野心，包括朝鮮半島、台灣及澎湖列島等等。1914年，正當全球即將要面臨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，日本同英國就聯手夾攻膠州灣，史稱青島之役。日本之後接管德國喺青島嘅所有土地同埋利益，超過4700名戰俘被安置喺全日本10幾個收容所裏邊。雖然呢一啲德國人係戰俘，但係大部分人都得到人道嘅對待，而且可以同當地人進行各種嘅交流，可以話係實現人道主義嘅示範點。參觀完德國館之後呢，我亦都過咗旁邊嘅河川豐彥紀念館嗰邊參觀嘅。河川豐彥喺1900年打後呢，就好積極咁參與社會活動，包括1923年關東大地震嘅賑災行動，支持男女普選權同埋反戰等等。而佢好多嘅政治理念呢，都同當時軍國主義嘅政府係相左嘅，所以呢亦都多次被捕。但係呢，佢亦都奠定咗日本啦國際嘅人權基礎。上晝去完板東兩個景點呢，下晝呢就坐鐵啦，又轉巴士啦，就去呢一個呢德島一定要去嘅景點，就係名門大橋啦。佢呢度呢有好幾個展望台嘅，咁你就可以由唔同嘅角度去欣賞到名門大橋係有幾咁壯麗啦。旁邊呢亦都有一個橋梁紀念館，咁就可以睇下當時興建嘅過程啦。呢度真係唔係講笑，我真係好佩服喺呢度做嘢嘅人。嗱，我唔敢望落去，但係呢。我而家就底行，喂，好高啊！呢度哇，好搖，好似好大風咁樣。我係明白咧，佢條橋咧係有少少震咧，佢先可以即係有彈性嘅。但好高啊！呢度大佬，好佩服呢度做嘢啲人啊！我向前睇下，喂，哇！我真係唔敢望落去，大佬，真係唔敢啊！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就可以見到橋梁嘅內部結構啦，同埋咧，如果你望落去嘅話咧，就可以見到到底名門漩渦係點樣形成嘅。哇！呢啲咧就係啲漩渦咧形成嘅過程啦，因為啲水流咧喺呢度出去太平洋啦，所以咧就形成咗好巨大嘅漩渦。嗱，我真係有行出去㗎，超驚乜鬼啊！唔驚渣。快走！大家而家見到上面嗰層咧就係行車㗎啦，下面嗰層咧其實係預留咗我哋行呢個新幹線嘅，所以我真係衷心希望佢哋係可以起到一條新幹線入四國，呢個係一定係一個創舉嚟嘅。亞波牛漢堡 juicy， 食得正。食完個漢堡包之後呢，就即刻跑去碼頭嗰度呢，就坐呢個遊覽船去近距離遊覽呢個全世界最大嘅海上漩渦啦。洗衣機，我其實佢屋企個洗衣機都係咁上下樣。全世界最大嘅漩渦。咁又一日啦，喺回程嘅時候咧，見到呢隻紅色嘅，我都唔知係咩嚟嘅，好得意。跟住咧，一定要去食德島拉麵。個司機咁靚仔，成個秋生哥喎嘅大佬。第7日咧，就係我留喺四國北部嘅最後一日啦。今日行程都相當豐富㗎。第一站就去呢個礦山度探險。哦 OK，let's go。哇，佢啲音樂有啲好唔好啊？用呢一個 filter 咧，就係想大家咧好似有時光倒流嘅感覺，同埋用呢一啲 filter 好容易睇到啲唔應該睇到嘅嘢啊！我都唔想剪得咁碎，想盡量去還原翻一個完整嘅冒險旅程俾大家睇。呢度咧就有講呢四國嘅地質構造，跟住呢度嘅歷史啦。搞笑，歡喜下呢度
哇！以前啲裝備真係揾命搏。而家徒手畫喎，真係。因為泵啲水上去，風呂場呢度咧都有一啲佢哋生活嘅點滴可以睇下。佢唔係有啲嘢彈出嚟啊嘛？冇錯，呢個就係山神社。近代。哦，呢度係咪完啊？哦，呢度就係近代啲嘅，佢哋點樣去彩虹咧？開始有鐵路啦，有啲搬運啦，就唔好似頭先淨係用隻手啦。但係亦都好傳統，因為1973年之前嘅事嚟。嗱，跟住嗰度喐啊！牛牛，哇！真係有火車喐啊！呢度好還原當時彩虹嘅一啲過程，都幾得意。咦，唔係喎，呢邊係盡頭嚟嘅。喂，哇！呢個係咪叫別有洞天啊？呢個嗱，呢啲就係哇！こんにちは。呢兩隻都哇，仲有遊樂場添，所以整體嚟講係唔驚啊。其實有遊樂場先驚啊！到底俾邊個玩嘅？哇！呢個好夢幻嘅 effect。拜拜。咁就呢度就係出口啦，咁就完啦。而家翻轉頭，可以睇專用模擬器。哇！原來喺前頭睇唔同感覺，大家真係可以嚟，因為呢度冇乜人咧。有時有啲體驗喺出邊冇啊。をイメージした岩盤浴、岩塩浴のある天然温泉、天空の湯。呢間嘢我叫佢做肥佬雞飯，1100 yen， 即係50-60蚊港紙。哇！逼爆晒個盒，正呢間嘢。晏晝喺街邊咧食完好好味嘅雞飯之後咧，我就搭火車去到呢個金治市。金治市咧冇嘢出名，最出名咧就係日本嘅毛巾。咁所有毛巾都係 made in Japan， 咁我都買咗一啲翻去香港，非常之好用。推薦大家嚟呢度買。我自問咧都去過唔少日本嘅城堡，但係金治城咧真係令我印象深刻，因為咧護城牆同埋護城河咧嗰個配合得好好，感覺咧好似好宏偉咁。喺金治城裏面咧亦都有介紹啦一啲金治市嘅一啲歷史嘅，咁但係咧令我最着迷嘅咧就係呢一幅嘅畫，因為多數日本畫咧都係一啲可能花草樹木啊、魚啊、雀仔啊咁樣，但係呢一幅畫咧就描述咗一個鬼故喎。咁不如咧就一度聽我講鬼故，一度咧就睇下呢個金治城嘅圖集。呢一個咧係日本咧家傳戶曉嘅鬼故嚟㗎。喺一個風雨交加嘅晚上，已經閂咗鋪嘅糖果店老闆聽到敲門聲，咯咯咯。於是店主咧就走去門口嗰邊應門啦。咁一打開門咧，就見到一個面色好蒼白嘅女人喎。而嗰個面色蒼白嘅女人咧就話：我想買糖啊，可唔可以俾一粒糖我啊？店主咧就覺得好奇怪，點解夜半三更出邊又落住大雨，會有個女人走嚟買糖嘅咧？但係店主都照樣賣咗粒糖俾呢一個咁奇怪嘅女人。於是者去到第二日，呢個女人又再嚟敲門，咯咯咯，可唔可以俾我買糖啊？於是者去到第3晚、第4晚、第5晚、第6晚，去到第7晚，
佢都仍然要問呢一個店家買糖。個店家就覺得好奇怪，到底點解呢個女人要連續7晚嚟買糖呢？於是呢個店家決定跟住呢個女人去睇下呢個女人到底咩來頭，做咩事晚晚都半夜3更嚟買糖，阻 Q 住我瞓覺。於是佢就跟啊跟，最後咧跟咗上半山。而呢一個半山咧有一座墳墓，而呢一個女人就喺墳墓前面消失咗。個男人仔細一睇，發現墓碑上面嘅名係一個女人嘅名啊！然之後突然之間佢就聽到 BB 嘅喊聲，扮得唔似㗎，因為我唔係 BB。咁跟住咧，佢就發現咗呢一個孤兒。原來呢一個孤兒咧，正正就係死咗呢個母親嘅細路嚟嘅。點解佢會知咧？就係因為咧嗰個 BB 籃裡面咧就有佢買嘅7粒糖啊！哇！聽完都覺得起晒雞皮啊！但係其實咧，日本咧有好多鬼故咧，都唔係淨係話賣弄恐怖嘅。其實咧有好多咧都係關於一啲親情啦，一啲對於自然嘅一啲警惕啦。咁就好似呢個故事咁，其實咧呢一個故事咧都係講緊一種母愛啦，一種好窩心、好貼心個媽媽就算死咗都希望有人發現佢嘅 BB 咁樣嘅一個故仔。睇完金至城之後呢，我就去咗呢一個叫做風之餐廳啊，咁就係咧喺正呢個萊島大橋隔離，咁個景色咧係非常之好，而且啲嘢食嘅質素咧，哇係非常之高，非常之好食。咁咧睇住個夕陽啦，慢慢咁落下，咁即係代表我呢一個4國北部之旅告一段落。咁之後咧我就會去呢個大步危啦，同埋呢一個嘅4國南部，即係高知市嗰邊咧，就係繼續我嘅旅程啦。大家知唔知道我掙扎咗幾多？我係掙扎到最後一晚，我先敢去唱歌，因為你知道喺日本人面前唱日文歌，即係我係一個香港人咯，好大 struggle 咯，係啊，所以我都諗咗好耐先至完成到呢個創舉。好，一齊見證呢個咁癲嘅事情。有冇人明白係幾咁緊張啊？但係咧，當時嘅觀眾啦，同埋嗰啲店員咧，都好有呢個情緒價值，咁都俾我一個好愉快嘅晚上。大家都可以嚟玩，其實係 feel free 嘅，即係咧冇咁緊張，冇想像中咁緊張咯。其實大家都係 enjoy music 啦，即係唔會話你啱唔啱音啊，冇 judgment 嘅呢個世界，即係喺嗰間鋪裡面，所以大家係可以 feel free 嚟呢度 enjoy。咁亦都好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啦，下一集咧就會去到呢個大步危噶啦，咁就好多謝大家
收睇我喺四國北部嘅影片啦。